港鐵話沙中線鑽挖工程最快6月開始，會先做啟德至鑽石山段。由於嗰個路段嘅鑽挖機裝嵌工程係喺本地進行，所以成本會比較高。成個鑽挖機高大約7米半，長大約100米，由10個本地工程人員喺青衣一個船澳用咗7個月裝嵌，係7部同類鑽挖機唯一喺本地組裝。咪下個月通過檢測之後，就肩負起沙中線啟德至鑽石山站隧道嘅鑽挖任務。7部鑽挖機都有名㗎，本地組裝嘅呢一部係小說《楊家將》嘅角色穆桂英，寓意喺地底無懼困難。港鐵話咧，由於喺鑽石山至到啟德站中間嘅泥土咧係屬於軟土層，所以鑽頭咧係比較鈍，而且係冇刀片㗎。鑽頭喺地底開挖嘅時候，機組連接嘅輸送帶會將前端嘅泥土送走，同時將隧道壁嘅預製組件裝嵌喺管道入面，平均每日可以開挖10米嘅隧道。港鐵話，鑽挖機以往喺海外裝嵌，呢一部喺本地裝嵌成本大約係500萬，比起海外裝嵌貴，但係可以培訓本地人才。根據呢個工人啦，或者係嗰個場地啦，同埋其他嘅配合嘅情況啦，通常就係如果喺呢個香港裝嵌，因為個場地嘅情況咧，可能呢個成本咧就係同埋外地咧係有一個比較嘅。理論上喺香港嘅地價，即係咁嘅情況之下，可能會高啲嘅。啟德至鑽石山站來回路線嘅鑽挖工程，預計可以喺12個月內完工。無線電視記者鄭瑞文報導。